揭開迷霧，係咪就可以睇清真相？2008年8月13號嘅清晨，喺金華市霧城區建安小區，寧靜被一陣急速嘅敲門聲撕裂。6樓620號室嘅防盜門喺民警反覆嘅敲擊底下，完全冇喐動嘅跡象。門楣上新婚快樂嘅紅色綢帶依然係咁鮮艷如新，不過喺門罅嗰度就滲出嚟一陣陣嘅怪味。當警方用液壓鉗掙開咗變形嘅鎖芯嘅時候，一陣混合住甜膩奶油同埋腐敗氣息嘅冷風撲面而嚟，令到所有人背脊針針涼。屋入邊客廳嘅空調屏幕上顯示嘅係16攝氏度，強勁嘅冷風帶住嗰陣又甜又膩嘅香味喺房間裏邊盤旋，而地板上散落住生日蛋糕嘅金色錫紙，奶油漬喺瓷磚上形成咗慘白嘅斑塊，奶油嘅表面有清晰嘅咬痕，碎屑飛濺嘅軌跡顯示住係進食嘅過程突然之間被中斷。而沙發上有2具屍體，年輕女子沈穎嘅右手揼咗喺真皮沙發嘅扶手之上，手指尖仲揩住未擦乾淨嘅奶油，而老公李軍就仰面咁瞓埋一邊，雙腳伸直，就好似只係喺空調房裏邊瞌着咗一樣。如果你中意聽未解之謎，又或者奇案怪案懸案，歡迎你 subscribe 本頻道，俾個 like， 撳叮叮鐘。法醫打開咗審檢嘅眼瞼，發現瞳孔呈針尖一樣嘅縮細狀態，口鼻嘅地方有細密嘅白色泡沫，指甲罅裏邊冇任何搲過刮過嘅痕跡。佢嘅頸部皮膚開始出現暗綠色嘅斑塊，撳過之後冇褪色嘅，同李軍後心處嘅屍斑形成呼應。茶几之上嘅玻璃杯整齊咁排列喺一齊，杯壁上高啲水珠都仲未蒸發，而沙發上高就有幾笪唔屬於死者嘅37碼嘅女性腳印，紋路清晰咁指向睡房嘅方向。廚房嘅垃圾桶裏邊有一張捽巢咗嘅外賣訂單，顯示外賣係尋晚8點17分送到，備註欄上邊寫住小辣嘅字跡被某種液體沖開咗，模糊咁變成咗深褐色嘅污漬。沈穎嘅母親喺凌晨5點12分撥通報警電話，佢因為聲音過度換氣而變得時斷時續，而民警去到嘅時候就發現呢一間裝修得好精緻嘅3房居室門窗閂實，防盜鏈處於鎖閉嘅狀態，睡房衣櫃裏邊嘅婚紗依然被一陣防塵罩罩住，而梳妝台上高嘅鑽戒就喺閃爍嘅燈光之下折射出冰冷嘅光環。最令人不安嘅係，即使空調嘅溫度已經低到16攝氏度，但係成間屋就彌漫咗一陣難以講得清楚嘅又甜又腥嘅氣味，似乎有某啲嘢正係喺呢種冷氣當中慢慢咁腐爛。技術隊嘅勘查燈光喺天花板上高打落一陣陣蜘蛛網一樣嘅光斑，從而映照出咗更加多反常嘅細節。睡房門罅嘅防塵條完好無損，排除咗外力入侵嘅可能性。床頭櫃上高嘅降壓藥個包裝都仲未拆封。李軍嘅體檢報告顯示，佢嘅血壓控制得好穩定。嗰一把沈穎經常用嘅陶瓷水果刀被求其咁劈咗喺蛋糕盒嘅隔離。刀刃嘅內側黐住咗幾條染成咗綠紫色嘅長頭髮，同沈穎嘅黑色短髮明顯係唔相同嘅。法醫黃建軍用個鉗輕輕咁挑起死者嘴角嘅泡沫，呢啲泡沫喺顯微鏡之下呈現出針狀結晶嘅結構，令到黃建軍眉頭緊鎖。佢壓低把聲對記錄員話：瞳孔縮細，唔似機械性死亡。佢戴住手套嘅手指輕輕咁撳咗下沈穎嘅頸動脈，屍僵已經擴散至全身，但係角膜仲未混濁。死亡時間應該係尋晚嘅10點到凌晨2點之間。你現場揾唔到打鬥嘅痕跡，現金同首飾都擺放咗喺原位，可以初步排除係搶劫殺人嘅可能性。年輕嘅警員張仔圍到蛋糕邊邊上嘅咬痕係異常咁整齊，
唔只係自然進食嘅時候嗰種撕扯嘅形狀，佢提出係食物中毒嘅可能性。不過呢個推論好快脆就被法醫否定。典型食物中毒嘅人會出現劇烈嘅嘔吐同腹瀉，但係現場並冇揾到嘔吐物，死者嘅衣物亦都係保持乾爽。而更加矛盾嘅係，客廳嘅地面整齊到好似剛剛打掃過一樣，玻璃杯嘅擺放角度誤差唔超過5度角，而散落嘅蛋糕碎屑就呈現出慌亂嘅一種潑灑嘅狀態，似乎係喺一瞬間之下被某種無形力量所定格。勘查工作進入到第3個鐘頭，技術人員喺衛生間嘅地漏嗰度發現到有唔妥。當勘查燈照到地漏嘅排水口嘅時候，水面浮出一陣好薄嘅油膜，喺燈光之下反照出彩色嘅光芒。呢個細節同客廳之內嘅陳設擺放係形成詭異嘅反差嘅，就好似一幅精心繪製嘅油畫，一個唔小心俾人滴咗滴墨一樣，令到原本清晰嘅畫面即時變到撲朔迷離起上嚟。8月13號嘅午後，專案組喺建安小區嘅物業辦公室搭建起臨時指揮部，攤開咗現場密麻嘅相。空調冷氣同窗外嘅蟬鳴聲好似兩個割裂嘅世界一樣。技術隊隊長周偉將物證袋喺台上高排成一條直線，玻璃罐裏邊嘅蛋糕殘渣，裝有長頭髮嘅物證袋，泛住油膜嘅地漏水樣，呢一樣嘅物證喺日光燈嘅照射底下反射出一種冰冷嘅光澤。現場冇人講說話，只有打印機一陣陣機械運轉嘅聲音，將死亡現場嘅細節轉化成一行行冰冷嘅文字記錄。省公安廳物證鑑定中心嘅加急報告喺14號嘅凌晨3點送到。不過薄薄嘅幾頁紙就好似一盆冷水一樣，淋熄咗專案組嘅希望。外賣餐盒裏邊嘅宮保雞丁、奶油蛋糕、死者嘔吐物嘅樣本，經過氣象色譜質譜聯用分析而分析，未檢測出農藥、氰化物同安眠藥等等常見嘅毒物成分。而法醫黃建軍睇住報告上邊胃內容物檢測呢一欄，顯示胃裏邊嘅食物殘渣只有未消化嘅蛋糕同米飯。呢個結論令到佢再一次眉頭緊皺。死者從進食到死亡嘅時間間隔唔超過2個鐘頭，如果係中毒，咁啊應該伴有劇烈嘅嘔吐同抽搐嘅噃。但係現場揾唔到任何掙扎嘅痕跡，而更反常嘅係血液檢測嘅結果。李軍血液當中嘅乙醇濃度只有每100毫升3毫克，排除醉酒嘅可能性。而沈穎嘅肝腎功能指標就顯示正常，冇任何藥物過敏又或者代謝異常嘅跡象。實驗室主任喺電話裏邊強調話，全面分析之後未見有異常化學成分，胃黏膜組織切片亦都冇腐蝕性嘅損傷。呢個結果係徹底粉碎咗食物中毒嘅初步推測，不過就留低咗更加棘手嘅謎題。2個健康嘅成年人係點樣喺一個密閉嘅空間裏邊同時冇咗條命呢？而且死亡嘅過程係顯得咁平靜，好似係瞓着咗一樣。而嗰啲37碼嘅女性腳印對比嘅結果喺14號嘅中午就出爐。數據庫顯示，呢啲足跡嘅紋路同沈穎嘅同事劉明霞所着嘅某個品牌運動鞋係高度吻合嘅。呢個消息令到停滯咗落嚟嘅調查開始出現轉機。呢2個人喺公司裏邊因為要晉升市場部主任呢個位而激烈咁競爭。劉明霞曾經喺部門聚餐嘅時候當眾掟爛咗酒杯，揚言話我哋睇住嚟。當民警揾到劉明霞租住嘅公寓嘅時候，佢正係企喺飄窗嘅邊邊喺度批蘋果，右手手腕嗰啲好猙獰嘅疤痕喺陽光照射底下顯得格外咁刺眼。呢啲都係3年前抑鬱症發作而留低落嚟自殘嘅痕跡嚟。喺床頭櫃櫃桶裏邊，抗抑鬱藥物處方嘅日期停留咗喺案發前嘅1個禮拜。醫生手寫嘅建議係
建議休假，俾人用紅筆圈咗出嚟。劉明霞承認同沈穎喺工作上有矛盾，但係就堅稱話案發嘅時候自己正係喺杭州出差。佢調出咗手機支付記錄，8月12號晏晝4點20分嘅高鐵，夜晚7點15分入住西湖邊嘅酒店，第二日朝頭早9點先係退房。酒店監控可以證明我冇離開過房間。技術隊調取咗杭州某商場嘅監控顯示，劉明霞確實喺12號嘅夜晚8點出現過喺酒店附近嘅便利店，買咗牛奶同埋安眠藥。而對於嗰啲腳印嘅解釋，佢就顯得有啲慌亂。上個禮拜去沈穎屋企坐嘅時候，我嘅運動鞋黐咗泥，佢叫我換咗佢嘅室內拖鞋。呢個講法喺沈穎母親嗰邊得到咗部分嘅印證，但係物業嘅電梯監控就顯示，劉明霞最近一次拜訪係8月5號，離案發已經過咗1個禮拜，睇起上嚟好似鐵證一樣嘅腳印線索，最終都變成咗掘頭路，行唔通噃。當杭州酒店確實提供咗劉明霞8月15號夜晚7點到13號朝頭早9點嘅完整出入記錄嘅時候，呢個偵查方向就徹底咁失去咗價值。8月15號嘅清晨，王建軍帶住重新切片嘅肺部組織樣本行入咗實驗室，喺顯微鏡顯示之下，肺泡腔裏邊出現咗粉紅色嘅水腫液同埋炭末嘅火粒，令佢心頭一震。呢個呢係典型嘅氣體中毒嘅特徵。加急檢疫嘅碳氧血紅蛋白報告顯示，李軍血液濃度係65%，沈穎係62%，都係遠遠咁超過咗致死閥值嘅，係一氧化碳中毒。呢個結論令到專案組重新有翻希望。不過現場嘅勘查記錄就呈現出一個殘酷嘅矛盾，就係現場冇任何燃氣洩漏嘅跡象。技術隊對602室進行咗2次排查，燃氣罐壓力顯示係正常嘅，連接軟管冇老化裂紋，強排式熱水器嘅出煙口出口暢通，一氧化碳警報器處於正常工作狀態，甚至連李軍收藏嘅煤油打火機都係灌滿咗汽油，唔存在洩漏嘅可能。成棟樓嘅燃氣管道壓力測試顯示密封性良好，其他住戶嘅一氧化碳濃度都係安全嘅範圍之內。咁唔通係有人專門針對602號室去釋放毒氣？呢個諗法既荒謬又令人毛骨悚然。無形嘅氣體係點樣穿透鎖到實一實嘅門窗嘅呢？點解可以做到淨係針對特定嘅住戶呢？王建軍睇過近5年嘅毒物案例，佢吟沉沉咁話，從來未見過咁詭異嘅氣體中毒案。而當佢留意到空調濾網所附着住嘅黑色粉塵嘅時候，佢忽然醒起咗個佢忽略咗嘅細節。案發前嘅3日，金華市經歷過颱風鳳凰帶嚟嘅連場暴雨。建安小區嘅蟬叫聲喺8月16號嘅清晨突然變得稀疏。當社區民警李偉帶住早餐經過1號樓嘅時候，一陣若有若無嘅煤氣味令佢窒住腳步。呢個諗法剛一閃過就被否定。6樓嘅毒氣案已經令到物業對成座樓嘅天然氣管進行過全面嘅檢修㗎喇。而直到9點17分，江西籍民工魏明嘅家姐魏蘭喊住咁衝出單位，李偉先至意識到之前自己聞到嘅嗰陣味唔係錯覺。農民工魏明住嘅係101號房，彌漫住潮濕嘅霉味，同6樓嗰種又甜又膩嘅氣息完全唔同。喺呢一間間出嚟嘅只有18平方米嘅房間裏邊，魏明淨係攣埋一嚿瞓在聲聲響嘅布藝梳化上高。佢2隻腳好似攣弓蝦米咁，右手保持住鏈實嘅姿勢，似乎係想捉住啲乜嘢正喺度流逝嘅嘢一樣。佢呼吸微弱到幾乎冇辦法察覺，皮膚呈現出同沈穎相類似嘅暗綠色。體溫計顯示體溫只有35.2攝氏度，身體早就已經涼透，
佢家姐魏蘭坐咗喺隔籬一張小凳度，手捉住細佬尋日換落嚟嘅工裝。佢聲音沙啞咁話：佢話工地宿舍太熱，呢幾日都翻嚟呢一邊住。瞓覺前仲話床比工地更加舒服。凌晨起夜嘅時候睇到佢瞓得好冧，就冇叫醒佢。床頭櫃嘅降壓藥個藥樽已經吉咗大半。魏明有高血壓病史，社區醫生趕過嚟之後，揾聽筒喺佢心口嗰度聽咗一陣，就擰一擰頭啦。初步判斷係突發性心肌梗塞。同一棟樓，同樣係無徵兆嘅死亡，呢個事實就好似一支冰錐一樣插入到李偉嘅後頸。佢留意到窗戶閂實嘅房間裏邊，舊式嘅單冷空調正喺度以最大嘅功率運轉，出風口飄落嘅灰塵喺陽光之下翻翻滾滾。而最詭異嘅係，牆角落頭嘅煤爐早就已經熄滅咗，煤球已經變成咗灰白色嘅粉末。而魏明嘅手機停留喺凌晨2點14分嘅天氣預報界面，金華陰有小雨，氣溫24到28攝氏度。社區民警李偉嘅莫名嘅寒意，並唔係冇原因。當佢睇到魏明手指甲罅裏邊所殘留嘅黑色污垢嘅時候，佢就忽然諗起6樓死者相似嘅瞳孔狀態。黃建軍喺接到報告電話嘅時候，正喺解剖室整理緊沈穎嘅器官樣本。佢馬上帶住便攜式檢測儀趕去101號房。魏明嘅頸動脈已經完全消失咗，但係皮膚就呈現出櫻桃嘅紅色，令佢馬上要求抽血。針管吉入到靜脈嘅時候，血液呈現出異常鮮艷嘅粉紅色，呢個係典型嘅一氧化碳中毒特徵。所有人當堂倒吸一口涼氣。市公安局嘅光譜分析儀屏幕上跳動嘅數字，令到檢測員瞬間就清醒。63%，呢個數字咁啱好喺6樓死者65%同62%嘅檢測數據之間，同一個致死區間嘅重合，擊碎咗巧合嘅可能性。法醫推斷死亡時間係8月16號嘅凌晨2點到4點，但係魏蘭就堅持自己細佬凌晨嘅時候仲扯緊鼻鼾嘅，實際嘅死亡時間可能更加早。技術隊喺廚房嗰度發現關鍵嘅線索，連接舊式熱水器嘅煙道俾人用塑料袋套住咗，接口位用透明嘅膠帶封實，呢個令到原本應該通向室外嘅管道俾人人為咁堵塞咗。而魏明為咗慳電費，尋晚沖涼嘅時候就閂咗個排氣風扇。李偉突然醒起清晨嘅時候聞到嗰陣煤氣味，或者唔係燃氣泄漏，而係某種氣體正係順住下水道蔓延上嚟。而當黃建軍偷偷咁聯繫咗技術隊去抽取血樣嘅時候，佢已經企咗喺樓梯間撥通咗周圍嘅電話，激動而顫抖咁話：唔係心肌梗塞，係毒氣，同6樓一樣嘅毒氣。牆壁上嘅兒童塗鴉畫喺冚茶燈嘅照射底下顯得扭曲變形。101號房嘅霉味同6樓嗰種又甜又膩嘅氣息喺樓梯間之間交匯，形成咗一種令人作嘔嘅混合性氣味。檢測報告打印出嚟嘅時候，黃建軍用紅筆喺63%嘅下方畫一條橫線，呢個數字就好似鎖匙一樣，突然打通咗通往真相嘅第一條門啦。喺專案組嘅白板之上，3具屍體嘅死亡時間用紅筆圈咗出嚟，形成咗個好詭異嘅三角形。8月13號凌晨6樓慘案同8月16號嘅1樓死亡，就好似兩嚿被無形嘅絲線串連起上嚟嘅毒瘤一樣，盤踞喺建安小區一棟呢一座樓嘅血脈之中。當技術隊撬開咗小區西北角舒心浴室嘅鍋爐房門鎖嘅時候，嗰台鏽跡斑斑嘅煤氣爐正喺神光之中發出滾滾聲嘅低鳴，窗口飄出去嘅淡藍色煙霧喺潮濕嘅空氣當中好耐都冇消散。浴室老闆劉俊喜嘅賬簿
攤咗喺油膩嘅收銀台上高。天然氣改造12萬嘅報價單被撕得粉碎。呢一個戴住金頸鏈嘅中年男人喺審訊室裏邊反覆咁捉住自己對手，承認從2007年冬季開始，為咗慳翻每個月3000蚊嘅燃料成本，私自咁將專砌嘅煙通用鐵皮封死咗，改而用直徑110毫米嘅 PVC 管接入到小區嘅雨水管道。佢聲音低沉咁話：環保部門話排煙唔可以入下水道，施工隊就用水泥將個接口封死咗，話咁樣查唔出嚟。喺鍋爐嘅名牌上，4萬大卡嘅字樣俾人用利器刮走咗，取而代之嘅係用水筆寫低嘅60個字樣。技術人員拆開個爐嘅時候就發現，燃燒器嘅噴喉擴大咗1.5毫米，呢個就令到實際功率遠遠超出咗設計嘅標準，排煙量高出咗50%嘅同時，燃燒嘅效率下降到60%以下。而更加攞命嘅係，未經充分燃燒嘅鍋爐廢氣係含有10%到15%左右嘅一氧化碳，呢啲本來應該排入到高空嘅毒氣，正係通過偽裝成雨水管嘅 PVC 管，無聲無息咁滲入到地下排污系統裏邊。劉進喜嘅電話記錄顯示，8月10號佢曾經同施工隊有拗撬，佢喺電話裏邊講到：你哋連透氣孔都封死埋，咁落大雨點算？對方嘅回答就輕描淡寫：水泥封死先至唔會漏氣啊嘛，放心啦。嗱，呢個慳錢嘅妙招，最終變成咗致命嘅陷阱。當被問及到知唔知道管道堵塞會導致氣體回流嘅時候，佢成個人癱軟咗喺張凳度，領口已經被汗水打濕咗。我以為只要排出去得噶咯噃。喺市氣象局嘅檔案櫃裏邊，8月8號至12號嘅氣象記錄仲帶住水跡。颱風鳳凰嘅殘餘環流，連帶住強降雨，累計187毫米嘅降水量，令到地下水位飆升咗2.3米。勘查人員喺小區排污井發現 PVC 排氣管嘅透氣孔距離井底只有30厘米。8月12號傍晚，嗰場連續3個鐘頭嘅暴雨咁啱好就將呢個最後嘅安全出口徹底咁淹沒咗。濕度計顯示，案發時間空氣濕度高達92%，而大氣壓就低到1002帕。呢一種好似蒸桑拿一樣嘅天氣，令到一氧化碳分子同水氣結合，形成咗比空氣重1.5倍嘅氣溶膠團。氣象專家解釋話，就好似將毒氣裝入咗密封嘅罐裏邊咁，水氣分子包裹住一氧化碳，既冇辦法上升擴散，亦都唔可以隨住氣流去稀釋。大自然不可抵抗嘅力量，最終催化出呢一場災難。當8月12號嘅傍晚5點到8點之間強降雨降臨嘅時候，成個地下管網就變成咗加壓嘅毒氣室，雨水倒灌嘅痕跡清晰咁仲留咗喺排污嘅管道口，距離管口5公分嘅地方，嗰條流落嚟嘅痕跡水線同6樓死者死亡嘅時間係完美重合嘅。技術隊喺管道裏邊發現咗白色嘅結晶，經過檢測之後係一氧化碳同水裏邊嘅鈣鎂離子發生反應嘅產物。呢啲致命嘅雨水就咁順住波道流動，喺管網內部交匯處形成漩渦，將毒氣嘅濃度推向致死嘅閥值。6樓沈穎屋企廚房嘅下水槽裏邊 U 型積水管彎道有一浸厚厚嘅綠苔。物業記錄顯示，沈穎7月到8月因為出差，淨係翻過屋企2次。李軍習慣咁用外賣去解決一日3餐嘅問題。呢個本來儲水5公分嘅防臭彎管，早就已經因為乾枯而開裂，於是呢條管道就成為咗毒氣嘅高速公路。當管道裏邊嘅一氧化碳濃度達到1200個 ppm 嘅時候，呢條暢通無阻嘅管道就將毒氣直接送入到客廳。而1樓魏明所租住嘅101號房係開發商違規加建嘅戶型，衛生間排污管道冇按規範去設置回彎。技術隊用內窺鏡探測顯示，
呢條直徑160毫米嘅管道就好似一支好直嘅槍管一樣，從一樓直通到地下嘅總排污管，中間冇任何嘅阻隔。呢種非標配嘅戶型就成為咗最致命嘅地方。當毒氣團喺管網嘅內部形成壓力差嘅時候，呢條直徑就令到高濃度嘅一氧化碳喺15分鐘之內迅速咁充斥咗成個房間。而形成鮮明對比嘅其他住戶，二樓張阿姨每日清晨嘅時候洗菜，水封嘅彎管常年都保持住滿水位；而3樓嘅年輕夫婦每晚11點沖涼，熱水持續沖刷住排污管嘅管道。4樓嘅嗰位獨居老人，魚缸嘅換水系統就令到管道經常處於濕潤嘅狀態。呢啲生活嘅細節喺呢個咁極端嘅情況底下，就變成咗生命嘅防線。呢啲日常習慣無形之間形成咗個水封嘅屏障，將致命毒氣隔絕喺安全距離之外。技術隊嘅分段檢測結果顯示，2樓到5樓嘅管道一氧化碳濃度都低於 0.05%。咁啱好，就係呢啲毫不起眼嘅生活習慣喺無形嘅殺手面前形成咗生命嘅壁壘。當技術隊將公共浴室嘅 PVC 排煙管、颱風鳳凰嘅降雨量數據、6樓乾枯咗嘅 U 型管道擺埋喺同一條證據鏈嘅時候，呢啲睇起上去孤立嘅碎片就突然之間聯合起上嚟，睇起上嚟孤立嘅線索形成咗完整嘅真相。浴室老闆劉俊喜為咗慳翻12萬嘅改造費，封死咗煙通。喺颱風帶嚟嘅187毫米降雨量當中，將60萬大卡鍋爐產生嘅一氧化碳壓入到地下管網，而沈穎屋企長期空置乾枯嘅水封彎管，成為咗毒氣湧入6樓嘅高速公路。魏明租住嘅違規戶型咁啱好為沉積喺地下嘅毒氣打開咗致命嘅出口。3重因素就好似精密嘅齒輪一樣，喺2008年嘅8月呢個瞬間突然契合埋一齊。專案組喺模擬實驗艙重現咗嗰個致命嘅夜晚。當人工降雨淹沒咗透氣孔嘅時候，鍋爐廢氣喺92%濕度環境當中形成氣溶膠，通過乾枯嘅水封管道模型嘅時候，艙入邊一氧化碳嘅濃度喺11分鐘之內迅速咁攀升至1800個 ppm。呢個數字同602室檢測出嚟嘅結果係驚人咁吻合嘅，令到所有嘅推測都有咗實質性嘅支撐。管道接口處嗰啲冰冷嘅金屬光澤喺實驗燈之下帶住幽藍嘅光芒，嗰啲被混凝土封死咗嘅罅隙裏邊殘留嘅一氧化碳同鐵鏽反應嘅中褐色痕跡，就好似一道凝固咗嘅血淚一樣。最終，霧城區法院發除落下。2009年3月27號，浴室老闆劉俊喜因為過失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被判處有期徒刑3年，緩刑5年，同時賠償3家受害者共計138萬人民幣。法庭之上，佢始終耷低住個頭，金頸鏈喺囚犯衫領口處若隱若現。呢個靠住浴室年收入20萬嘅中年男人，最終為咗慳錢違規嘅代價，付出咗自己嘅自由。而呢一單案件亦都引起咗金華市全市嘅管道安全整治工作，300幾家公共浴室被勒令整改。只不過嗰啲已經逝去咗嘅生命就冇辦法再挽回啦。揭開迷霧，真相大白。如果你中意聽奇案怪案懸案或者未解之謎，歡迎你 subscribe 本頻道，俾個 like，撳叮叮鐘。我哋下期再見。